后来为着要来抢这个3倍券的人客，各县市政府拢推出着大优待，像这个桃园市会当用200块的3倍券来换400块的夜市仔券，那台北市是甲3倍券绑敬老卡，也就是讲，若用敬老卡安尼开3000，除了中央互你2000之外，台北市政府阁要互你1000，等于买3000送3000。若台中市拄好7月初1要来举办购物节，除了消费满500块会当参加抽奖之外，你若是用3倍券来消费，就阁送你一个抽奖的机会。台中市政府7月初1开始要举办购物节，拄好拄到中央发放3倍券。为了吸引消费，市政府加码优惠。刚好也是从7月1号开始，台中购物节呢，只要在这段期间买500块呢，就可以抽奖1次。但是如果您使用振兴券的话，就可以再抽奖1次，等于会有2次的抽奖机会。振兴券做结合哈，那这个吸引这个全国的民众到台中来消费。台北市政府嘛拍算讲要甲3倍券和敬老卡合用。除了原本开3000，中央回馈2000块以外，市政府要个加码回馈1000块。3000补3000，里面有2000是中央要出的，我们只有针对老人，而且是把这个1到5月，你知道吗？他本来应该去刷480，因为那个疫情期间老人都不敢出来嘛。过来是桃园市，会当用200块的3倍券买到价值400块的夜市仔券，市政府还会甲手动的3倍券用抽奖的方式送出去。过来是新北市，用3倍券买运动中心的门票，买1000送1000。到新竹用3倍券订房，还可会当摕到500块的消费券，会当入市内超过100间的商店消费。